大家好，我係瑩瑩醫師，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關於腸胃健康同埋中醫養生嘅啟示。近排有一篇報道提到，沙田一個中學嘅交流團有多位學生因為食用受污染嘅食物而引起爆發性嘅急性腸胃炎，最終有12個人出現呢個病徵。咁我哋都知道，腸胃炎常見嘅病徵係包括腹瀉、嘔吐同埋肚痛，對身體嘅影響係好大嘅。喺中醫嘅角度，我哋認為腸胃健康係整個健康嘅基礎。首先要保持良好嘅飲食習慣，避免食用啲唔清潔或者過期嘅食物啦，因為呢一啲都可能成為病菌滋生嘅溫床。另外喺季節交替嘅時間，身體嘅抵抗力係會下降嘅，容易受到病毒或者細菌感染，所以喺呢啲時間，我哋要特別留意飲食上面嘅清潔啦。平時我哋亦都可以食一啲健脾養胃嘅食物嚟增強腸胃功能，例如食下薏米、紅豆，可以幫助我哋化濕，有助脾胃嘅運行。而生薑可以做到暖胃驅寒，喺一啲容易生病嘅日子，薑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增強健康嘅。另外，保持每日適量嘅運動，亦都可以促進腸胃蠕動，以及幫助我哋嘅消化。最後，保持良好嘅個人衛生習慣，例如勤洗手啦，遠離人多擠迫嘅地方，又或者搭車嗰陣時記得戴翻個口罩，亦都可以幫助我哋預防感染，以及防止腸胃炎嘅誘因嘅。最後，希望大家重視腸胃健康，養成良好嘅生活習慣，保持大家嘅飲食清潔。多謝各位。